各位投資者，緊急速報 ：NVIDIA 最新舉動震撼全球市場。AI 巨頭宣布聯手 Red Cloud，透過 NVIDIA Connect 計劃，目標要用 AI 技術解決全球快速消費品行業高達2萬億嘅庫存大缺口。呢次合作究竟係為 NVDA 投資者開啟萬億新機遇，定係暗藏未知風險？佢哋將點樣重塑全球供應鏈格局？NVIDIA 嘅 AI 生態又會點樣爆發更強勁潛力？NVIDIA 提供 AI 框架同專業知識，加速 Red Cloud 平台發展。佢哋嘅 Red AI 同零售應用將得到 AI 強大賦能。NVIDIA AI 生態未來將更強勁。NVIDIA 嘅投資回報真係驚人，佢嘅實際年化回報高達 0.9，遠超市場預期 CAPM 嘅 0.46。呢個數據證明 NVIDIA 喺 AI 浪潮中擁有強勁嘅增長勢頭同投資價值。NVIDIA 嘅財務增長驚人，收入 CAGR 0.48，EBITDA 增長率 0.66，淨利潤增長率 0.54。呢啲數據表明 NVIDIA 喺 AI 領域嘅領導地位正轉化為強勁嘅業績增長。NVIDIA 嘅資產回報率、股本回報率同總資本回報率都高達 0.65， 營運效率極高。但要留意，佢嘅高企市盈率 50.77 同市淨率 43.32， 亦提醒我哋市場期望已非常高。NVIDIA 嘅財務穩健性同樣出色，觸動比率高達 3.88， 短期償債能力級強，債務股本比率更降至 0.13， 反映公司低槓桿同良好嘅風險控制，財務非常健康。你今日估咗未？本內容只供參考，並不構成任何形式之投資建議、邀約或推薦。投資有風險，買賣需謹慎。